屌你老母死仆街閪！我每次發粵語視頻，就有一大班粵語差佬發評論，彈我有口音或者粵語唔好，有種報警拉我啊！傻閪，你哋係咪以為咁做可以喺我面前刷存在？亦或者講你以為自己好幽默好得意？你咁做只會俾我覺得你哋好 low 好低級。我個正宗廣東人講咗20幾年粵語，喺生活中從來都冇人話過我粵語有口音或者粵語唔得，唔怪得而家粵語傳承唔落去，就係你哋呢班死冚家嘅大傻閪粵語差佬害嘅。我好心分享瓜俾你哋聽，你哋係俾我公司鬧咩？個個喺度挑三揀四，咁多人死唔見你去死，食屎屙飯嘅仆街！唔知邊個發瘟嘅死傻閪舉報我視頻，仲舉報成功啦！你唔好得戚得太早，你以為你係乜春嘢？祝你每次屌閪全部都好似筷子撈江大海洗地拖，同時祝你不孕不育子孫滿堂，仲祝你福如東海百病纏身。你老公或者老婆喺你攤喺張床時俾你戴綠帽，而且仲將出軌對象帶你面前搬叉叉。以後無論係邊個再提起我嘅口音問題或者我粵語唔好，我見一次鬧你哋一次。成個廣東咁大，講白話嘅人咁多，你唔接受人哋嘅文化，你就搵個冇人嘅地方跳臭水溝自殺，唔好抬衰任何人。我喺國內學佢哋當地嘅外語嗰陣，都冇人挑我口音毛病，所有人都係讚我努力學習嘅態度。只有你哋啲冚家產冚家富貴嘅賤種喺網上亞支亞咗。死鬧頭死八公八婆，發姣就去開雞店，唔好嚟我呢度犯賤。我係緊遵守法嘅良好市民，冇嫖客可以介紹俾你。死碌葛你屎忽痕就去插榴蓮殼，唔好煩我和我嘅粉絲。你出門小心點咪被車撞死了，我會心痛對方司機嘅。你老豆老母係美國部隊嘅吧？研究新冠病毒翻車了，將你研究出嚟了，毒害成個 China。請呢班食飽冇事做嘅賤種冇事咪嚟煩我。我發起癲嚟我自己都驚。你哋係十足十果烈有選市容嘅弱智青年。全世界你哋講嘅粵語最標準啦。講嘢陰聲細氣成個太監狗咁樣，死無理！你老母臭閪你條食屎狗！雖然你哋人之初口多多，手指指食雞屎，但係我仲係好貼心嘅，為你哋換了好幾種唔同嘅粵語發音。你哋呢班冚家產依家滿意了吧？呢條視頻嘅粵語口音可以達到你哋嘅標準了未？如果再唔滿意嘅話，收皮啦你！你黐稀咗線啊，康老二！你喺現實生活中過得好慘，冇人在乎你，冇人愛你，但你也唔得將生活中受嘅苦發泄喺網上。我唔係你老豆老母，冇義務忍受你呢種廢柴白痴低 D 仔。